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回铁路电气化最后的一里路，总算是完工了。23号就要来通车。交通部长林佳龙今仔日特别去试坐，部长讲未来要把这个南回铁路打造做一个山洞的美术馆。 外口景色有够水，日头照伫咧海面闪闪烁烁，遮好天的铁路美景，民众真紧就会使看到。南回铁路总算完成全线电气化，交通部长林佳龙赶紧先去坐，高一翕相，因为这是东部观光发展的大喜事。 那通车之外，它不但是扮演一个运输的功能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提升它观光的价值。 日头一日出来有山有海，南回铁路有够水。东部的观光发展，除了讲有南回铁路以外，未来佫计划结合美学、要举办艺术季，也是其他活动，互人来参观了唔甘转去。把珍珠串成项链，那让南回铁路成为一个移动的美术馆。 交通部的观光前瞻预算当中，南回铁路就占7亿外的经费，开动本就是希望讲车头嘛会使变成观光亮点。 期待这座东部的移动美术馆，未来会使是旅客到东部一定会去耍的风景区。